帝祝福啦，吼，咁嘛，咱拢为了逐时阵吼，拜四人嘛，吼，啊上礼拜拢咧替祈祷，咱出外伫外口，吼，有小文啦、郑长老来，吼，啊拢伫外口，咱拢会替祈祷。啊，咱今日也有看到即个啊座道遐，吼，啊伫咱中间，吼，咱我拍鼓啊，甲欢迎，吼，恭喜，吼，吼，还是迄个苏兰长老的后生啦，吼，啊座道遐，吼。啊，个有啥物啦？啊，迄个英顺兄，吼，英顺兄，吼，哦，咱来拍鼓啊，甲欢迎，英顺，哦，英顺兄伊就算讲伊咧做迄个帮忙，啊有摔着啦吼，啊摔着了脚有断去，啊有去手术，吼，啊经过足个挣扎，啊经过足个，啊伊拢会卡着咧哦，牧师，我有甲讲，你着要安怎做，哦，足要紧。忙袂记，牧师来讲，恁拄着代志，啊，你无甲我讲，啊，圣经内底所咧讲，就爱互相去担当，伫咧主的内底，啊，所以你有照上帝教是安尼行，哦，你若照上帝教是安尼行，无问题。你有啥物问题，你甲牧师讲，牧师透过你会甲我讲的，即叫兄弟姊妹为着你来祈祷代祷，哦，你会拄着的困难、艰难啊，伫主的内底，大家三角互相代祷，三角担待，就今日所读的圣经，有无坚固的人啊担当无坚固的人会软弱，有无？咱有时当然会软正会软弱的时阵啦，啊，所以但是你一定爱讲，你无讲牧师都唔知影，哦，啊，有当要甲你问，啊，歹势甲你问，因为牧师爱讲，咱每人有无相样的个性。有个人，伊无爱牧师知影你的什么代志，除非你亲身跟我讲，哦，啊，你牧师讲就上帝讲，啊，因为牧师是上帝代言人，讲袂记的，牧师甲你教导，你得爱相信这个。所以圣经内底定咧讲，你有信，你的信要安怎救你，啊，你若无相信，你的代志永远无可能去解决，你一定要确信这个。哦，牧师佮提醒咱。咱感恩节要搁讲，我每年感恩节有拢带咱规个上帝面前，为着咱头前，咱每一个家庭，咱头前就咱祈祷，对不对？我所提醒你，过去一冬来，你有照上帝教是照你甲上帝讲的，无所头伫咧咱的面前伫遐替你祈祷有无吼？啊，问题就是讲，你甲上帝祈祷了，啊，你有照上帝。甲上帝讲的，安尼迄个教师安尼去行去做啊！哦，牧师要提醒你，咱今年啊，因为黑帮写到12月啊，啊，佮切了，今年就过去，对不对？就新的一年来，啊，所以你要看新的一年过去，牧师要提醒你，你家己想看卖？你可能讲啊，上帝，你看拢无咧听我祈祷，啊，真要紧的问题讲，你有照上帝的教师安尼行？你有照甲上帝讲的，上帝啊，我要安尼认真侍奉，我要安尼逐时阵要安尼认真侍奉，来到教会要安怎做，要安怎行，要安怎做，老师讲的你要安怎去做。我枕头安尼直扑扑啦，做到半钟头啦，我无看啦。咱的教会有当你家己想看，家己思考看，你有啥物袂当上帝祈祷上帝甲你做，有无？4当前。牧师来到咱教会，你会记的。讲你讲，你敢若你有困难，你有病，你讲牧师敢无？我来我断了，但是你注意甲我，牧师回来讲，你定调上帝英文，祈祷上帝。你讲我会骗啊？你若拢知影，我平常时来教会哦，有时就摕卫生纸咧清面啊，安尼清啊，安尼含面器，安尼一直蹭一直蹭。大家人咧讲到，牧师要来讲，上帝要来保守。每一个时阵咯，我若去咧主持啥物共款咯，你讲我透早起来爱蹭叫，你问阮后生就好，你问牧师就好。但是牧师要甲你讲，牧师甲你教导就讲，你求上帝，你才袂晓求上帝。我去做你的工，就去帮助我爱当起调你。迄种的信用，为什么你太无爱听牧师甲你教导？啊，我就想袂晓。你今日拄着问题，你著困难，牧师甲你讲啥物，啊，你拢无要信到。牧师是教导嘛，甲你教导嘛，你一定爱听。
你头前的路站，你的一寡问题，我拢知影。我老讲，因为几啊单位甲你咧接触，所以牧师嘛定咧甲你提醒。若无对到代志，唔知你的信用到底是安怎。你若对到即只足严重的代志，所以你嘛袂使去看表面啦。有当啊忙袂去，牧师来看哦，这人哦伊用嘴讲我偌安怎拄偌安怎到尾啊，等到代志别者倒落去，代志个牧师要甲你讲，爱实实在在。牧师来甲咱讲啥物？我记来咱教会，我头一个讲道的是啥物？你爱去的，但是啥物人会去？我来到咱教会头一个讲道的地方是讲啥物？会记个单纯，爱单纯，有啊。人若无安那，袂当入天国；人若无安那，亲像囡仔，你袂当入天国，就是真单纯的心。你来到教会就是用真单纯的心来接受，唔通想伤济。我所以甲你讲，你的头壳内底唔通底伤济。我就人咧佛教有一个咧，定咧讲，我搁提醒咱有佛教咧，有一个人去请教一个禅师啦，有啊。哇！迄禅师就伫迄面头倒地有无？倒地对不对？奇怪啊！迄地都满啊！迄禅师个地停，讲要请教这个禅师对不对？啊！禅师就摕一杯茶啊，停。啊！迄个停啊满出来，啊，搁迄个停，你了有？啊！这人讲我要甲你请教，你要请我啉茶，开迄个停啊，拢满出来。啊！迄禅师就咧甲讲啥？啊！你要来甲我请教，我规大堆的物件伫你的内底无意思讲，你家己已经有自我，迄个自我足重的，你要甲我请教啥物？要来请教，你就爱拼空你家己。所以牧师会记，你会记咱咧祈祷的中间都拢讲啊，咱的周报内底，你去周报内底讲啊啦，无得跨入啥，无得跨入世间的俗事啊，有啊。无得跨入世界的用真单纯的心来接近上帝，真 pure 真单纯的心。所以牧师安怎讲，你安怎做？咱的教会有一个毛病，我伫教会，所以咱的加里文创始者讲一句话，讲人拢有一个惰性，懒惰的惰性。你必须要有人伫一支边伫边仔甲你个，叫啊咱伫教会咧做事工，阮定拄着这代志啊！逐个7摆开始，迄个新的牧师来，就讲哦，你啊做啊到尾啊啦，人咧讲啊，难救去，无一个持续性，无一个，你遐有一个是为着你为着主咧做工，毋是为着牧师啦，你为着主上帝咧做，你了有迄个持续性，哎，上帝交代我即个。牧师精选每一个看你做啥物，你做啥物，你就有迄个持续性。哎，我要做啥物？这是我的一份我的本分，莫看轻你的一份甲你的本分。有啲咩牧师听你讲，咱才做丢落去，啊，无定去用撒旦甲你拍倒去咧。讲啊，东倒西歪，无见证，对上帝，你伫喺上帝面前安尼西用，有无？上帝，我西用，带你西用了，别者弄一个人倒落，东倒西歪，甲你弄啊，正安尼，会唱诶，蛮袂记。你一定要照上帝家己，用真单纯的心来接受上帝，哦，蛮袂记。今日是上帝所设立之所，咱听啦。欢喜快乐，蛮袂记，欢喜快乐。我如何互恁看圣经有无讲天国啊啦，无在地啥，仁者，是在地。公义、和平，甲圣神中的啥？圣神中的啥？喜乐啦！圣神中的喜乐，我互恁看圣经哦，我无背，你知无啦？啊，有咱你来想者，用头壳用你的理性去想者，欢喜快乐啊！上帝，我欢喜快乐。我甲你讲，人要欢喜快乐有遐简单，你真正咱伫咧人生的中间，你拄着一个坎坷，拄着一个问题。一个人要欢喜快乐，要保持迄个欢喜快乐，无遐简单的。但是，这就是咱做基督徒一个重要紧啊！咱就安啦，因为今日是上帝所设立之所，咱就安啦，欢喜快乐来到上帝面前，来接受伊，来领受伊，来听伊的话语，
你茫受伤地，哦，茫家己底伤地来到地，你话啊，你规身躯，你迄个人个上水咯，啊，你来这都要抹，要搁甲清到啥？所以一直停，有无？啊，停啊抹出来有无？一直抹出来啊，因为你内底个底本来就底水才甜甜的，啊，你要来甲清到就安那抹出来就弄掉去啊，哦，浪费去啊。OK， 这所以咱忙袂记哦。假如上帝所写的，咱来欢喜看，因为咱是一个人。信心灵魂得救的人。啊，无啥坚定，有信心灵魂得救。安尼就要巧伊，有信心灵魂得救的人，忙袂记啊！你是一个有信心灵魂得救的人。我所以讲，这句话是重要紧的。你是一个有信心灵魂得救的人，哦，忙袂记，因为咱是一个人，有信心啊。灵魂得救的人。袂记的，你有信心灵魂得救啊！所以你有信心灵魂得救的人，毋是安尼的。你所表现出来毋是啊，你绝对伫生活中绝对毋是安尼哦，拍来搁较弄转去，哦，弄来就搁拨开，哦，爱有迄太极拳啊，爱有迄咱搏式啊、夹一啊，甲拨开去，无啥物会当过长咱甲上帝啊。你无论拄到啥物款的叫无法度人过长咱甲上帝。上帝求你帮助我，你才袂晓安尼讲。你才袂晓我，不是来讲你拄到代志，愈爱来追求上帝啦。忙拄到代志就逃避，你唔通安尼。我准备甲你讲，安尼拢永远袂当解决。你搁行到倒去拢同款。我准备甲你讲，哦，忙袂记，愈爱追求上帝。因为啊，这就是咧经验上帝。上帝要伫你的身躯，你会记咱。拄到困难，我拜四也来查经，你拄到困难，拄到挑战者，拄会当啊啦，显明上帝恩典，有无？就是你有困难，你一个平常时啊足平顺的人有啊，哦，安尼逐工安尼平平过，伫伊的心中看袂出上帝，有啥物话咱拢啊，这足平常啊，无啥代志，对不对？但是拄到困难的，因为最近啊，东会有邀请一个啦，史密特有啊，史密特有啊。即讲无手的人啊，有无？有无？倒厝内咧见证，你注意下看，互咱看见啥物？即个无手的人，竟然伊会当学到上帝，哦，甲迄个共款，迄个尼克，有共款的意思。迄尼克是讲无骹哩无，伊拢坐伫咧，伊咧坐伫咧伊人伊，咧倒来坐伫咧倒仔顶来，徛伫咧规身躯，搭咧倒仔顶咧甲人讲话，你敢知？你家己看到迄个情况，会流目屎的。兄弟姊妹，茫袂记的，咱是有信心，上帝甲咱保佑，永远得救的啦。咱所表现出来毋是安尼，绝对毋是安尼。牧师来教导，绝对毋是安尼。你若是毋是我甲你教导哦，你绝对，你所领受你掠着，绝对毋是安尼。我甲你教导的，绝对毋是安尼。是安啦，永远会当面对一个困难挑战，永远保持迄种的战斗力，你知道无？咱伫上帝面前，你着爱保持迄种战斗力，哎，这个困难要让夹者甲拍者，哦。茫袂记，吼，请咱三个同心来祈祷。因为上帝感谢你，会阮聆听，阮会当用心灵甲诚心来敬拜在你，主啊，帮助阮，软正脆弱的人，求你保重，无够压，求你保重，主啊，也互阮毋通有自专骄傲的心，阮用心灵诚实谦卑来甲你同样，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能力，主求你帮助阮。安尼感谢祈祷，拢上过最后所道名来求，阿门。咱继续罗马书吼，咱咧查罗咱先罗马书吼，你看第二章吼，第二章12到16节好好啊吼。咱讲到着14节路哦，罗马书第二章有吼，咱查到14节吼有无？咱定讲啊。来到上帝面前，毋是听，是安啦，是毋是听落来，是行嘛，行落来，甲行出来，对不对？啊，14节开始讲啊，无落来外邦人伊安啦，所以上帝要照良心审判人，而出现一字讲良心嘛，吼，良心。是讲外邦人伊无受律法的管制，伊无律法嘛，有啊，咱就是讲外邦人是啥物？就是你莫想象的，就是有听道理，甲无听道理。像咱有听道理人，咱照圣经的教，是有一本圣经有吼，有迄律法有10条戒，啥物做咱的尊敬，对不对？但是伊无信的人，伊要做啥物尊敬啊？我问伊要因为就讲，因为佛教咧拜拜，有法度教来，
啊，因若无啥物经典啊，无啥物啥啊，干那怎样？啊，你拜一下，烧一下啊，甲你，伊拢嘛，人甲你教讲啊，你着爱哦，你去哦，着安怎拜哦，啊，你啊，鞠躬啊，几啊，拜几个啊，着啊，甲插落安尼，拢用教啊，你哦，啊，无啥物经典，你甲讲啊，你拜这是要创啥？啊，拜会当安怎？啊，无来教这啦。但是咱无共啊，就是你甲你讲，无听道理的人，哦，这无听道理的人，伊无受到律法的管制，有无？咱有听道理的，哦。啊，但是另外一个律法所管辖的，就是良心的尊重心。哦，你想看看，咱无信的人，甲有信的人有啥物差别？一个足球就是有良心，有无？有良心、良知嘛，良心、良知伫咱内底，对不对？如果伊做歹代志，伊嘛会挨咬咧。哦，你无听道理的人，伊做歹代志嘛会挨咬咧。何况是咱有律法的人，保罗对两方面直接来辩论，来辩论两方面。第一方面，咱注意来看，你看对了啊，律法甲外邦人，律法啊甲无信的人到底是安怎？保罗咧指出讲，无信的人伊若会当顺这个本性行律法的要求，哇，顺伊的本性行律法的要求，就家己就是家己的律法。哇，咱照良心行，哇，咱常时甲人讲啊，你照良心来，啊，照你的良心啦，哇，咱甲人甲迄无信的，你嘛，无信的嘛会甲你讲啊，啊，你著照良心，良心是啥？提出来我看看，提不出来，对不对？咱内底，咱每一项拢伫咱上帝，所以你看圣经几啊千年就讲，上帝甲迄个永远的观念下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哦，这是伫咧经验内底啊传导出来，哦。内底有无？上帝甲迄个永远的观念下伫每一个人内底，哦，包括有信甲无信，哦，无论哪个角度啦，咱只不过比无信的较大声明白这个上帝，感谢上帝。所以咱顺应本性行路来要求，家己就是家己的律法，伊的效能，所以伊行出来迄个效果就诚做因的，哦，比如伊照伊的良心有所做出来，哇，就是伊啊啦。虽然无听道理，无这个律法，但是伊照伊的良心行出来，哎，结果迄个效应就是诚做因的迄个享有，就是迄个因所应该得的报酬，应该得的报酬。行好出来，人拢甲学了，哇！你讲照你的良心行，够赞啊！大家拢甲学了拍波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我有足个大善人啊，做啊，做个好心，所以伊无听道理，我到尾拢就变了，拢甲精送互伊，伊嘛足欢喜的，做个好心啊，好求做咯，安尼吼。但继续，因为律法的本意是要爱人啊啦，行好啦，有无？爱行好，这几啊千年前上帝的米迦第6章第8节就甲你讲了，有无？上帝爱你行啊，行公义，好人品，谦卑，存谦卑的心啊，甲伊同行，有无？上啊牧师有祈祷的状态，米迦，咱这个米迦第6章第8节定来用着，所以凡事彼此相听，罗马书13章，即咱还未看啊，罗马书13章第8节有无吼？有无？所以彼此相听，有无？听，所以拢。基本上拢走袂出这个，有这个内底，这就是安怎？听律法，你有公义无？你会晓去怜悯人，你有只有谦卑无？谦卑，袂使骄傲自高，凡事有3条，彼此相听，这就是行律法。所以犹太人比，听伊讲啦吼，亚伯拉罕伊咧行律法，几啊冬。阿伯拉罕的时代啦，伊就行律法几啊冬啊，经年吼。到摩西的时代，上帝才将律法啦颁予以色列人啊，有无？阿伯拉罕是伫摩西头前啊，安尼知影有无？摩西才有这律法颁予摩西，对不对？但是阿伯拉罕之前若无律法，要安怎？伊嘛是行律法真侪冬啊，所以可见伫无律法的进前，人嘛会当啊行律法啊。这咱咧查这圣经。我就就是甲你讲啊，所以顺本性就是顺着因的本性的一个道德律来行，这就是甲因的地理、风俗、传统有关系。每一个民族有，每一个民族你也注意看，虽然每一个民族拢无共，但是因拢有，一定拢有一个伊的风俗、伊的传统无？伊讲你袂使做安尼，袂使做这个无？照伊的良心，你规定东规定西，因为无律法嘛，无伊对上帝来接来迄个律法。
啊，所以传统风俗地理会一块，但是这袂当可能讲代志是啥物？所以对安尼你来看，世间人会律有相像的所在，有无？逐个民族、逐个所在，有无？迄个律有相像的所在，有无？有共款的所在。所以你无信的，你讲人伊无信的，讲偌歹，嘛无一定歹，因就是照良心，照因的良心来行来做。哦，啊，这个律法的功用，就亲像刻伫因的心内。哦，你看我第2周15台上半段，哦，你就要甲看哦。OK， 第二，我就在讲啊，良心甲无信的人，有无？我就在讲较强调第2周15台中间的中半段哦，你注意看，无需要讲，你圣经小可甲看着，哦，这是显出来的功用，刻伫因的心内，因的是非的心啊，有迄个是非的心作为啊见证。哦啊，这个外邦人犯罪需要受良心律的制裁。哦啊，这个良心代替这个良心代替律法做见证，因的是非的心。哦，而且这个希腊语哦，是对这个共同甲知影这两字来做成。哦，是这两字来共同知影，因做伙知影就是是非的心嘛。哦。是非的心，你有好歹会晓分好歹，是非的心就是对共同甲知影这两字来做。哦，啊，认为讲这是啊律法的要求，这是对，就是讲对律法的要求做伙做见证，啊，这是对，这是对，啊，所以而且伊的思念，伊的思想，伊的想法思考，所以这个希腊语。后来这个英文字叫做 logic， 这个逻辑是对这个字，才产生的，啊，就是理智的律，所以有迄个良知理智的律，所以咱在神学上咱长老教会有神学搁兼哪，毋是干那有神学上，搁有啥理智的判断，有理智的判断，比如讲你今日无输咧讲，你透早来要出门无？快去乌底停无？伫你的理智内底讲啊，今日哎呀啦，要行乌线啊，讲啊袂啦，迄袂要紧啊，毋是啊，你伫你的理智内底就要判断讲，今日可能会落乌阴嘛，可能会落雨，这是上帝互你为理智去判断，理智力，所以因会帮助因去决定是非。所以理智反正真要紧的，有无？比如讲，你咧拜拜啊，叩拜，伊咧拜啥？有足侪人然后我甲问讲，伊咧拜啥？就阮叫叫我我就安怎安尼？你若讲伊就讲安尼，足侪只个情况拢是安尼。所以理智一定爱理智，有理智的思考，到底你拜公用是啥？你是安怎要拜？你就甲对象当作是啥？这就无相像，咱得思考。OK， 互相较量。咱而且有出现一个，而且伫因的思念互相咧咧较量，就是讲互相伫遐咧摔角的款，伫遐咧比较哦，互相相比较较量伫咧中文的汉文的，咱的汉文的成语讲互相较量这是一个拟人化的应用，就是讲这两个其实是这个毋是人啦伊毋是人，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应用，就是。良心甲理智，就是良心甲良知这两项代志咧，伫遐咧，伫遐相交着，伫遐咧较量，你用良心，你用你的良知，互相伫遐来咧较量，来伫遐咧交流就对了。好但你交流你讲啥伊讲啥物，你照你的良心，还是照你的良知，这两伫遐咧较量，伫遐咧辩论咧断定，什么人是。什么人是不是？所以这良心律也是律法的功用的一部分。咱伫圣经内底嘛讲到良心嘛，讲你只要你对你的良心你的良心无感觉自责圣经内底有你的良心不自责就表示说 OK 所以重要紧良心律也是律法的功用的一部分。所以律法的功用显出良心的功用。咱不如前咧甲咱讲，看到第2周，看到这个所在，咱
其他咱另解出过来讲吼，咱今日进入咱今日的主题，互相接纳第二个步。我再讲，免讲这个主题，我主要先甲我爱讲一下，互相接纳，有一个前提，有一个前提。哦，我顶下袂记甲咱讲，要安怎互这个是保罗先生写当时教会内底兄弟姊妹，哦，嘛是面对当时教会内底兄弟姊妹。啊！你要互相接纳，毋像啊，凊彩人拢甲接纳，毋是安尼。是只要你肯要来到教会，你肯啊啦，要追求、要追求上帝。哦，咱袂记诶，有真侪人来啊教会，伊都毋是即种诶动机啊。我甲拄着真侪人来啊教会入来，啊，牧师啊吼，我甲你讲吼，啊，啥物代志啊？到尾来讲，伊就是要离钱，伊就毋是真正来要，毋是真正来要追求信仰啊。啊，所以毋通袂记，你要互相接纳一个前提，就是咱欢迎所有人拢会当来教会，咱欢迎所有人要来入教会拢袂要紧，哦，对不对？但是，毋是讲啊来要乱的啦，来要创啥，啊来要甲你要挟，来要甲你威胁，来要甲你讲啊有诶，来甲你啥呢？互相接纳，互相要伫什么款前提面，就是你愿意。承认你的罪，愿意追求上帝、追求上帝，有啊，愿意要来信上帝。你是讲要来啊？要信上帝啊？你愿意来接受这个福音的人啊？咱拢会当来接纳，哦，就这个前提，莫袂记吼。啊，咱顶一届咱讲到着什么所在？咱讲到着这个接纳，你要接纳什么款的人，对不对？哦，咱顶届有讲有，你要接纳咱定位，你要接纳什么人？就是讲啊，信心软弱的有吼。罗马书14章第10过来啊。即个戆的人啊，哦，你茫讲，哦，你看认真读圣经，认真奉献，认真做礼拜，啊，你甲靠做讲，保罗先生讲袂要紧啊，你嘛甲我接纳嘛，莫甲我当做，哦，你看我戆袂要紧啊，但是你嘛啊，爱甲我接纳，哦，保罗先生意思是啊，因为你看哥林多，哦，书第11章第16就是咧讲伊保罗先生讲，啊，无你至少嘛甲我当做戆人来甲我接纳嘛，吼，莫甲我靠做讲戆啊，就哦。我咧讲啊，做讲啊，啥就拢莫甲我莫插我，莫甲我接纳，安尼袂使。至少无你甲我接纳去，哦，甲我将伊当做戆人来接纳我。保罗先生意思是安尼，哦。啊，过来就是讲啊，有罪人，哦，接纳咧有罪人，伊愿意承认你家己的罪伫上帝面前，这是无数讲伊啊，迄个羞辱的，哦，啊较罪孽有无吼？所以第三。啊，到底咱即摆即礼拜要讲的，哦，咱即礼拜，哦，咱即礼拜要讲的继续，到底咱要用什么款的态度来接纳？接纳人是足无简单的，你知影？对人家软弱的，对遐无信心的，对遐有罪人的时，你真正看到有当啊人，咱有一个心理的上的啊，这个人该安尼。啊！你来教会啦，安尼，哇！你要忽然间要去啊接纳，这是足无容易的咧。所以你要用什么款的态度来接纳？啊，这就咱互相学习啦。咱真正爱传承了。我昨去注意一个花岗到一个青年，伊咧结婚啦，我阿某来互相学习啦。哦啊，这毋是讲咱这对要结婚的人在咧学习咧。无算讲我一世人拢咧学习啊。我甲无算结婚30档啊，嘛还搁咧学习啊。啊，在座遐有无较老一辈人，伊嘛拢听我讲到了，拢学习啊，即摆咧食饭的时阵，我拢听我讲到了，我拢甲因太太硬东硬西安尼。就是讲，哇！你今日有听牧师咧讲到了，一世人咧学习，安尼就个，足个代志咱一世人咧学习，所以有足个，咱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接纳？简单，无遐简单，但是即种的工具咱应该要学习。好一点。你爱用开强的心，你无简单的，你要接纳这人要哪啊？就是咱爱用这种的开强。我所以讲，咱伫教会咧做代志哦，咱有人安尼做啊，教会会力哩哦，还有人安尼教会，你要用什么款的心态来做教会代志？啊，就是爱敬重伫上帝。牧师无伫你边仔咧看，对不对？上帝敢毋知？你就爱讲啊，上帝伫我头壳顶咧。上帝伫我的边仔咧，你甲我看咧，啊嘛牧师伫啊，
就牧师嘛无看到，我去加拿大咧，一个月牧师无伫咧教会内底，有个人就贫惰咧拜哦，贫惰哦，贫惰创啥贫惰规个人安尼毋对咧，你上帝拢知影，你上帝拢伫你的心，你虽然牧师无伫，上帝拢甲你拢知影，敢是？你爱用迄种的心，咱今日讲来讲，你要用迄种的开窍，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接纳？就是要用开窍，我欠你，你欠你的债安尼啦，我用迄开窍的心。所以你若看罗马书13章第8节安怎讲，凡事拢袂当啊，开窍嘛，只有彼此相认，爱常常抓准信。我欠你啊，因为听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有无？我欠这个啊，我欠这个需要咧足来听你。所以一个人要关心别人，来接纳别人，爱用啥谦济心情啊，安尼以为有无？哦，我欠你的事，我这永远用袂了，我一定爱欠，用这种心情去接纳。弟兄们，我讲咱伫无修养的环境800种人，咱每条我伫教会看种，比如咱教会内底每场，大家拢有伊的个性啊，对不对？啊，伊的个性为人是较 open， 为人是较保守，啊，为人是较强啊，为人是安尼，你讲啥哟？无咧甲你，对吧？啊，为人是啊，为人是安尼，800种人，啊，你讲实在，要叫你做一项代志哦，这种人伊做的代志，甲这种人伊做的代志，甲叫你做这样啊无共呢，啊反应嘛无共呢。为啊，无说啊讲啥就，你讲啊为人啊讲的就啊，这个无说啊，做着你讲啊，紧来安怎？啊为人讲啊，袂要紧啊，无说啊，不就等贵啊，再来安怎好？啊，人为的是安怎？先接到面前，马上哦，赶紧去啊做好了，对不对？为人，我定咧有无说讲，你急性的人，像我较袂晓急性，急性听到，啊9点啊，我就较紧的，我讲后尾啊，豆来，慢慢来，啊，毋过豆来到尾啊，时间要到，才他妈撞你了，都要讲啦。啊，但是急性啊，伊拢早就紧用好势，准备好势，对不对吼？所以咱无修养的人，无修养的做法有无？显出无修养的，伊的 behavior， 伊的迄个行为出来，对不对？但是你想看觅，伫个教足困难的所在就是这所在。大家无修养的个性，无大家一个性。啊，你做啥物？为安尼，安尼，你讲咩咯？啊，袂当讲大家一个手拢压迫一个啊，就是安尼吼，啊，就是爱体谅啦吼。所以万袂咱要用谦济心，迄种的心情，我就欠你一个，我就安那，一定爱欠你，我袂使欠你吼。迄种的心情，所以咱是真出名这个哦，俄里哥就是真出名这教父吼，伊讲啊啦讲。听的济永远甲咱结合做伙，无法度分离的。哦，啊，这是一种咱每一工爱行了哦，但是安怎，当咱行了，搁再欠，行袂了啦。哦，这是真出名这教父伊所讲的一句话。啊，一个人你爱常常感觉有开窍，你才有责任甲义务去接纳人，就是这重要性。这是咱爱三个学习，亲像安怎。父母接纳你的囝儿甲查某囝，有无？父母话咱做父母啦，囝甲查某囝安怎做啊？较慢，做了较慢，你嘛袂要紧。若别人呢？别人做较慢，你就哦，有无？恁家己囡仔做了较慢，你拢囡仔豆来啦，有无？咱就迄心态拢安尼，有无？家己囡仔你拢会甲接纳啊，对不对？但是别人毋是诶，你这人太安尼啦，就开始骂落啊，种甲忌讳啊，有啊，若家己诶囡仔袂要紧，豆来，咱的心情哦，所以毋通袂记，咱就要常常感觉欠，伊才有迄个责任甲义务去接啊，伊要用这种心态，第二，咱无求迄种诶。欢喜的心，无求人欢喜的心。按照我欢喜，这无求欢喜的心有两种，就是讲我欢喜也是对方欢喜。我欢喜我才会做。咱伫教会咧做工课，有个人是安尼，牧师甲你讲，迄无啥欢喜的，你晓无？
伊都无习惯做迄代志啊，你甲叫伊做迄代志啊，外面甲伊叫去啊。你无咧想讲这是种学习的呢？牧师伫教会内底，伫这团契内底，就是种个操练，你听有无？要叫你做这代志，你从来毋捌做过，你听有无？有当上帝透过这个工业咧，甲你讲，叫你改变，叫你人的慢慢硬性。就是你的艺，你的个性啊，人哋透过这个工业咧，甲你改变，咧甲你改变，咧甲你教，咧甲你磨。即个牧师来讲的，我伊就无爱啊，伊就悲哀啊，伊无咧想，牧师话我讲的，无我来试看卖，我来做看卖，试看卖，做看卖袂要紧，对不对？对当了伊就开始改变。做一个改变，所以伊就要去面对各种的无相像的情况啊，有无？如果种的情况，当然本来是伊面对这个情况，伊等于伫这个工程、教育工程训练改变了后，哇，伊开始会当面对一个情况，安怎讲？因为伊有训练，有操练，透过这个工程，伊要训练甲操练，所以信心软弱，罗马书14章12行为训练话，信心软弱，你就要接纳，但是毋通辩论所谣言的代志。意思讲，你就甲叫你免去辩论，免去讲哎呀，安怎以前毋免甲讲，你就是去甲顺序去甲接纳，所以爱接纳你家己欢喜的人，当然足容易啊，对不对我介意的，随就接纳，但是要接纳无欢喜的人，比登天佫较难啊，所以来讲。那毋是因为亏欠的态度。你真正你袂当去做，你感觉真正，咱每样我看足侪，伊教会来我看足侪人就是安。有当时牧师伫教堂，你面对逐种的人，你就，伊甲你骂，你嘛爱甲接纳；伊甲你安怎，你嘛是爱甲你，对不对？你甲你无共的，我就袂见啦，我就空啊袂见，我就插你。你会当安尼啦，对不对？但是做牧者拢袂使安尼啊。你逐种人你嘛拢爱甲接纳，互伊骂，互伊骂要臭头，互伊怨恨嘛袂要紧啊。你嘛是拢爱甲接纳，这就是你爱学习，无相像的，无相像。所以你一定爱，若你毋是用这种亏欠的态度，我是有上帝使命啊。上帝互我的使命，我就是爱去做，爱改，我就是要帮助这个人，要改变伊。上帝，我一个使命要为着安尼要改变伊，我就甲骂甲刺激，甲伊搁伊话怨恨嘛袂要紧。你听有意思无？我说其实今日我要讲的意思是安尼的意思啦，我后壁才要讲。所以不如你强调，伊是为了求家己的欢喜，咱毋敢只甲坚持家己的见解、家己的看法，行家己所欢喜。我欢喜我才会做，无欢喜我拢来遭受着人甲我骂。头拄牧师你叙述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有无？我互你甲我怨恨、甲我骂嘛袂要紧，我就甲你讲安尼。你这个代志就是安尼去做。你就爱安怎去做？就是，毋是行你家己所欢喜。我嘛真无爱啊。有人咱教会要做啥物代志，我嘛，人拢会甲我讲，家己有咱的创始有讲啊，人就是有一个惰性，你知无？咱嘛是拢会评断的，惰性的佫干脆卖啊，干脆，哎呀，无说迄个困难，无干脆拢卖。卖就上界单纯啊，有无？人拢卖做啊。毋是，咱就是。有啥物，你就应该上帝予咱的使命，你要咱慢慢去改进，伫时机，伫啥物款的方面，借着迄个时机点来改变。我虽然咧讲团队的性质，时机点你要一个改变。因为接纳来造就拢嘛袂要紧，所以为着要互别人得到利啊，你会当建立迄个定义，拢为着别人，你拢为着别人。所以咱做牧者人，咱叫太太叫阮厝里人讲人逐个拢嘛，逐家拢来等来咧看朋友，然后一感觉我来改敢若你无法度假期。讲你甲一感觉顾恁教会就好啦。是上帝说，无你甲我奉献，你甲我奉献就是要做上帝的工啊，就是你无要安怎？讲倒转来，那阮老母，我转去了，你细汉就甲我奉献，啥看你甲我奉献？奉献就是你著爱较忍耐、较吞忍。无我真正我嘛是足爱，我等于阮爸爸迄阵90岁痴呆，我伫咧华冈教的，可能恁都毋知，我伫华冈教迄阵，阮爸爸来我遮过1个月啦。我逐工安尼困的时阵，碰伊拢甲砸喺头前，你知无？
啊，即摆我拢困咧碰伊的面顶，我甲洗身躯，哦，一个月洗身躯啊，逐工困伊，伊拢半暝啊爬起来，半夜爬起来要撞出去，啊无就去当要探门，我救命啊，安尼啦，我救命你知无？迄就是痴呆，到尾迄个痴呆了后，伊拢毋知啦，啊嘛袂离咧你啊，忽然间才知讲哦，是吗？啊，忽然间就。我袂记啊，我毋知影伊当作是别人，你知无？啊，门开一间门开就要撞出去，了就撞出去啊！哦，我迄阵袂当困喺房间内面，后来行去碰伊甲砸喺门咧有，啊，我就困喺门咧啊，一个月大啦，规个安尼，护士娘安尼才整了，护士娘整一了，啊，就去手术，我厝诶人嘛拢毋知，然后也袂去问啊，袂去我到底是安怎，嘛足委屈了，讲实在，但是。你爱知影，你是真正你要做上了，要顾你的皮肤，迄是吼，迄真是我的经验，我一个月搞毛病大过程，我感谢上帝，至少无我一个月，伫阮爸爸的时候，我咧甲照顾，甲洗身躯，甲处理，你敢知？我咧甲烦恼，甲放咧安尼，迄涂骹转来安尼，拢放甲规个安尼，啊嘛是安尼切安尼用，你知影？所以，感谢上帝，我有经验就即种的，会当安尼，爸爸安尼啊，佫伫个，我会当安尼甲伊做伙，甲安尼就，哦，我感谢上帝。虽然是真艰苦，安尼家己安种啊，但是我讲实在，我足感谢上帝，因为我会当甲爸爸做伙，迄个时阵，甲伊接近，甲伊足亲密，阮爸爸足强。所以。接纳人毋是你欢喜才接纳，也是因为你求别人欢喜才接纳。只要接纳，你毋通去辩论所了义的事。你圣经上帝为咱家事，接纳。你照上帝家事，照魔术甲你讲，你就甲你讲，你就安尼做，你就去安尼做。哦，魔术伫教会你无真个经验，我真个经验，真个思考，真个甲人之间的问题，啊啥，我要甲你讲，我安尼去做。我说拢是对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个代志，你茫袂记？你咧甲我讲这个代志哦，你拢毋是对信仰的角度去看，我是对信仰的角度来咧看这个代志。我甲你讲，啊，你就照安尼去行，你就照安尼去做，这个代志就会当完满去解决。你无相信，啊，你拢无去相信，我要甲你讲，你无去相信，你永远这代志永远就处理啊，袂当解决。哦，茫袂记，上帝我。的经验，上帝我伫牧会中间拄着一个情况，拄着一个教会，家己姊妹因个家境、家庭背景，足个情况，就是我的经验，我将我所学习，我来按教，将我信仰的经验啊，分享互大家，对不对？我要甲咱做伙来分享，我甲你讲，将我信仰的经验，经历神迄种的信仰经，甲你讲。我甲你讲，我的见证啊，我其实我讲见证的，你敢知？食去互火烧着啊！即个迄西北船头仔顶，啊，规个拢是迄种个，规身躯拢见证。我甲无算去甲加拿大存几百箍啊！啊，上帝啊，因带我安尼去佚佗了，佫有剩的。我甲伊讲，上帝拢知影，你遐安排时间定点，什么时阵咧做什么，伊拢知影，拢知影。啊，你为什么来袂相信？啊，你为什么袂相信？无算甲你讲的。你做你甲我讲，你甲我讲，我为着你基督。甲你讲建议，甲你做，你就照安尼去做，茫袂记吼。所以牧师爱一直甲你强调，搁一遍吼，用心良苦吼。最后用温和的心，哦，你家己排一六手第一针，我听一个老人吼，迄个过失所言，你就恁上面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甲伊挽回，就要小心，恐惊啊啦，家己受引诱，恐惊家己啊啦跋倒，你行你足知啊。其实有当啊，你感觉你足知哦，其实无拄拄。啊是讲会知影阿心即时伊咧读迄个啥，迄个课文咯。有足侪我有来我讲，你读互我听者，我会知去我无甲讲啊。我无甲讲，你读互我听，有种个所在有无？有当啊，你感觉你足知哦，其实你读出来就无好势啊。哦，有个所在就无好势，所以你茫就是讲你足知，咱知影。而且讲上面的人啊，无说甲你讲，圣经来讲上面的人，你莫受伤者。哦，你茫就是你是偌上面，你莫受伤者。所谓上面的人就是有信仰的人啊，啊。
我说来哦，什么叫做上帝？就是有信用的人。哦，你有信用，你是一个有信用的人，定定行伫上帝道路顶面，定定照上帝教示去行，就是有信用的人。哦，我毋是听是行，有照上帝教示去行无，这重要紧吼。所以25到15周，我老爸接了龙珠无，看到伊个囝转来就安那，动了痴心，就当你你敢咱着甲接有无吼？这龙珠的故事，你就做老爸。家己的囡仔伫咧放荡，讲了了，伊完啊啦，伊完啊，看到啊，你看咱袂甲接啊，上帝就直接安尼对咱啦，但是因为望袂上帝就啥呢？所以你唔免烦恼，你就爱晓知上帝，咱的上帝是即款有慈悲怜悯的上帝，不然咱无慈爱心，咱无法度去接落来。哦，所以慈爱心咱就爱往哪训练。哦，爱怜悯人的心，有诶，像上帝怜悯咱同款有无吼？疼咱同款有无？迄种诶怜悯疼咱的心，咱就爱，所以足歹去啦。所以万伦的心不较安那，无可能。所以罗马书12章第18节，你甲看，若是咱行爱尽力甲见人和睦有无？我甲你讲安尼，所以茫袂记，牧师无定咧甲你讲，毋茫绝对毋茫有万伦，若是教会内底毋茫存在万伦，哦，极度万伦，这拢袂使，你圣经。伊甲你讲啊，重要紧的，毋通有万伦甲嫉妒。什么人甲你教是去万伦迄人安尼教万伦一世啊，甲万安尼，万啊因兜做去，哇！你真，真正我就看人咧教界，有种个教会定咧教，足奇怪的代志，什么人甲你教，茫袂记。所以咱就爱求对和睦的代志，甲彼此建立德行的代志，有无？所以接纳人爱代先有好的动机。听什么用咯？你才当啊实在表达诚恳的态度。哦，我袂记，今日牧师来讲，要用什么款的心态来接纳？最后，牧师我会再去甲这个，等下下一机会，牧师来个教导，这重要紧。哦，你也要分辨啊！你看约翰3书来行为圣经，圣经内底哦，你今日学习真理。圣经内底定咧甲你讲分辨，分辨，你也晓分辨。咱有足个兄弟姊妹会友，啊，黑白沙，你袂晓分辨，这足害啊！你袂晓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毋对，什么是灵，出自上帝，什么是邪灵啊？你俩就讲俩着邪神，你俩就讲足欢喜，你也会晓分辨。但足早以前，几啊千年上帝约翰一书第4章来，咱做伙来读。约翰一书第4章啊，第1节，有无？约翰一书有显着无？约翰一书第4章最后尾来啊有无？启示录的头前啊有无？约翰3书，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来做伙来读。亲爱的兄弟啊，一切灵恁拢毋通拢信，有无？读一句来你讲啊，所有灵你毋通拢信，怎啊啊？试验遐个灵是出自上帝，毋是啊，有无？是对上帝来，遐个灵，所以要甲你讲，有足个灵，毋是啊。我讲几啊千年，为什么上帝话甲你讲这，就是表示讲，咱你这是有足个灵，拢毋是出自上帝，因为世就有真侪假先知已经出来了，你几啊千年就甲你讲，后壁你讲，要哪去检验？哦，这个灵是出自上帝，伊个圣灵耶稣，哦是上帝的囝，好无？咱定咧管几个人拢奉耶稣的名，好无？还有圣灵无？为知影明白，我咱撒旦伊嘛明白耶稣，你爱说伊的，更加要紧。你咧爱足说伊，后壁圣经恁家己小可看者。牧师来讲，爱读圣经，爱祈祷。哦，咱的田中节已经要过来，咱今年已经结束啊，有无？咱教阮就要来颁布这个田中节，哦，奖励咱，哦，啊，茫袂记，明年开始，佫开始，咱伫新的一年要开始写到旧约，哦，旧约，要为旧约开始来写，哦，啊，咱茫袂记，咱来认真来写。你咧写田中节，你咧读上帝话，食上帝话，最重要紧。茫咱一定爱去做这个鼓励，互相啊啦，做伙读圣经，读上帝话，食上帝话，你才会当面对。啊，你有上帝话，才会去分辨啊，好，歹分辨是毋是？
足要紧啊，这是足要紧啊！有当咱伫这个世代，足多人伊就袂晓分辨。哦，无需要甲伊讲，足要紧的。伫这个世代末世时代，对咱来讲足要紧吼，咱大家担心来知道，就给你帮人我。哇，我们啊用审判的态度去接啊，我们用亏欠的心，我们无求别人的欢喜，是阮家己欢喜的心来接啊。我们用温柔的心，用慈悲仁爱的心来接啊，就给你帮人我。我来学习这个功课，来感谢基督，拢上个最后所重要来求，阿门。